也无比做梦中他，无讲他。才阁凉凉啊！来这困一醒啊！天，主，天主。水太升了，天子里剑书传动心怪，虽是伊沙男女，富贵上莫配天主。看这个人，天庭饱满，地角风凉，两面随肩，两手过尺，确实是一个大贵之相。唔知叫做什么名？小哥请了。你是？我是一个云游四海的相士，姓老名基李碧云。哦，请问小哥叫做什么名？我姓朱，名叫做元忠二洪武啊。姓朱，叫做元忠李洪武。朱元忠。先生啊，你是咧想啥哈？你是毋是有住过皇阁寺？我细汉就是伫咧皇阁寺大的，我是一个孤儿呢。是伊，就是伊咯。先生啊，你哪会知哈？这哦，我知，先生你是一个相士，当然是知影未卜先知，未来过去你拢知影对无？你现在住伫咧什么所在？我也无厝啊啦，我拢四处伫咧流浪，这个天下间拢嘛是我的厝。先生啊，你会晓算命吼？啊，无你嘛甲我看一下，
看我未来的运命是安怎好？好，好，我今年16岁，你先上我的面相好无？果然是一个非平凡之相，将来你一定会成大事。啊，大师？什么叫做大师啊？是一件别人所做袂到的大事。哦，将来这个天下就为你独尊咯。哈，为我独尊？要若安尼，我唔就皇帝咯。先生，啊，你就是我的军师啊。上好子，新兴波艺术协和体启造方向。当今天下大乱，团结士气，有扬州刘福通、荆州张树成、河州郭楚兴，又各为岐州齐瑞辉，等乃是官员的盘缠，请公主入客下旨制裁。若是这反贼，伊果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派乌压之将，不成大官。奇怪的是，今早夜得了一个盲调，并未结束。未知皇上结何盲调？果然就是民望，满将内全部是罗衣独风。定名左右扫敌不去，只见东南方来了一位身穿红衣的人，左经驾入，右经驾月，一手扫尽罗衣独风。点就问他何名何姓，他不但不回答寡人，拔剑就砍，寡人当时惊起起来。启奏皇上，此王调乃是凶。哦，义卿，你如何解释？启禀皇上，罗衣独风乃是兵马风遁异常，在将来扫敌不去，乃是调中无用处。穿红衫的人扫敌罗衣，此人非圣切，便是圣主。经驾之官，乃是掌握乾坤之人。那呢？这个盲调是以微臣的看法，真正的反贼要人，乃是东南风。此人非圣切，便是圣主。这又是何时好呢？启禀皇上，皇上应该即时将此人斩掉。不过，严在伊的性命，这要如何抵制啊？启禀皇上，既然是妖人，必有神力神威。皇上何不设赵果？若有人会当将赵果打响，此人便是妖人。对贴贴，现在用你即刻团子下去，国府州官四城门设一个赵果，若有人拍赵果会响的人，当地处决。遵旨。是。
是先拍拍伊代志。有报告时写讲内港太乡照顾的人有10个人，我来甲试看卖咧。好母，唔难去。哎，无要紧啦。我拍者，我拍者。你什么名？我朱元忠朱洪武啊。朱洪武。嗯。请看吧。好。啊，不要讲我咧。咱今仔运气真好咧，这批货吼，一个入城来，随时就卖了了。我讲起来，价钱也袂较低呢吼。做生意啊，本来就是靠运气，只要公平做生意，咱无欺骗人，价小公道，有信用，安尼就袂失败。是。啊，关键呢？你什么人？你是要偷摕物件是？我无。嘿，我问你啦，歹因啦，你哪样呀？是要做差无唔对哦？我。好。看你一表人才，是怎样做出来的款？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武凤珠啦。猪？嗯，恁兜里对？我无兜啊，也爸母咧？拢死啊。啊，你有读书无？有哦，我自细汉伫共看牛的时阵，就足爱读书的啊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需要真侪下手，你来阮兜家学做生意好无？多谢阮话，多谢阮话。大哥，你看这个人有淡薄仔奇怪无？我看有淡薄仔奇怪。这个报名图，报名图的代志人讲出来，咱目前先来调查陈进环到底是有倒一方面人甲暗算。平时天下军的纷纷起义，我要好好利用报兵图作为振兴之计，我要好好把握成功的机会。
我叫你看牛哦，伊牛甲走去对，牛甲走去对。阿娘，牛伫遐伫咧食草啦。你咧讲啥？你咧讲啥哈？食啥物草啊？牛已经走去啊啦！互人来投哦，讲啥物咱的牛走去下伫食人的猪啊啦！你还讲哇，我去找就是走来遮，走来遮咧佚佗啊，走来遮咧佚佗啊，走来遮咧佚佗啊，哈！啥你唔敢？你即个唔敢已经讲几落百遍啦，你免听甲会生啦，听甲会生啊啦！今仔日若无好啊，甲你就。啊，无你创啥？你咧创啥？你咧创啥？哈！啊，无这啥？这啥啦？哎呦，讲安尼啦，规工甲毛甲咱住咧分这支品仔啦。今日甲咱分这支品仔，落汤好果，落汤食，啊，唔免甲你弄我，唔免甲你弄我破，你破，互你破，是安那唔好，是安那唔好，是安那，看你外分，看你弄无破，要搁你哭啥？等下你就知死，等下你就知死。好母爷。叫你甲阮阿中啊成亲，也毋是歹代志哦。啊，你也有通哭，你若爱哭，你哭就哭有诶，我你哭就哭有诶，我你哭就哭有诶，你是毋捌哭着哟，毋捌哭着是啊？好啊啦，你安尼规日都是安尼吵架闹天，这个厝内面哦，毋捌一时有平静的啦。要无你是咧讲啥？哈，查某囡仔做毋对，我袂去教伊心。哈，我叫讲啊，你牵牛去食草哦，牛无要甲我顾啦，走去食人的猪仔啦。你敢知讲我去白人的钱，你知？孝过甲遮尔大汉啦，也毋是讲三个囡仔呢，敢若看一个牛安尼无法度啊！哈，无你是插头上，你是插头上，你是插头是哈？入去，你入去，你入去。安尼啦，这个查某囡仔就是拢互你成歹啦。我若变你甲伊教吼，也你着安尼互安做头落底啦，较计嘛教袂乖。也若有啥物毋对，你敢袂用咧安尼好好啊甲伊教哈？教袂着就安尼大细声，也着要拍。即摆已经是大人啊，毋是囡仔呢。好啦好啦，我即摆去莫甲伊拍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。啥物代志啦？我爱阿英的吼，甲阮阿中啊成亲啦。要无等是安那？等你是安怎啦？我袂用你讲啊！啊，等恁迄个囝阿中啊啦。头壳又要歹啦，大志哩搁兴趣啦，伊要哪会用咧教？啥会啊？哦，你意思是讲阮阿中啊真笨啦，也你查某囝真巧啦，所以配恁阿英的袂当嫁安尼对？好啦，你若假是毋答应吼，你着爱量早将恁阿英个甲嫁出去啦，毋爱留喺厝的吼，甲我安尼住吼，互我气身攞命啦！唉，恶妻嘅主无法可治啦。啥会啊？你即马是咧讲啥会啊？是啥你恶妻嘅主啊？哦，安尼我知。等恁查某囝到我甲你饲大汉啦无？吼，也我也已经老啊啦，即马厝内面无需要我啦，安尼对无？好啦，甲无需要我大只，我就出来互你看嘛，我就出来去啦。阿爹，我是我的唔对，你唔通我安尼啊走啦。阿爹对不住你，你若命过身，阿爹若莫搁娶，我袂互你遮尔歹命。阿爹，阿中啊，阿中的啊，阿中啊，阿娘要来去，你是走歹啦，咱斗阵出来去啦，阿中啊，阿中啊，咱出来去啦，我歹命，我歹命，今日饲恁遮尔大汉啊，我要出去哦，无甲一个甲我留啦，我实在足毋值的哦。我哪会这歹命啊！阿娘，是我的唔对，你唔通甲阿爹冤家啊！你无走，你即马知影你唔对啊？哈？哦，等你着大汉啊无？是古尾大的
会背啊啦！我若便讲你几句啊吼，吼，你咧死人老爸啦！都安尼甲我安尼一支长一支短啦。哼，到这个厝内面都无我啦，等你目睭内还有我。娘，我以后拢要听娘你的话啊，逐项拢按娘你注意啦。英英，你即马是讲你答应要甲阮阿中去成亲啊？